今日各地球原是侪份好天，气象署指出，因为东北风变强，拜三开始，北部甲东半部地区会开始落雨，温度可能会落到19度，到拜五才会变甲较烧热。今日到后礼拜一，时高过一阵锋面的接近，这天气就会个变化。 拜二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，不过中央气象署讲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自拜三开始，北部加东半部地区会出现短暂阵雨，水汽才到拜四才会慢慢减少。因为温度的部分，北部加东北部上低温度可能会降到10几度。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清晨，觉得比今天清晨的低温还普遍低2到3度左右哦。马祖、金门、北部、东北部低温大约19、20度左右。中央气象署讲，自拜三开始到拜四。 各地高温拢会降2、3度，尤其是拜三暗到拜四透早，天气会上凉。自拜五开始，因为东北季风减弱，日时温度将会回升。到礼拜到后礼拜日，方面瓦群的影响，到时北部加东半部又会转做有雨的天气。因为自5月开始进入黄霜雨的季节，有气象专家一个 FB 讲，以过去的统计气象资料来看。 5月风台形成的数量有慢慢增加的情形，不过今年到这嘛，是北太平洋地区也有南海地区，则连半个风台拢无。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的确是有一点太强，然后它把原本可能适合台风发展的那种 热带低纬度的洋面，大概都已经占据了，所以整个环境上来说的话，并不是很有利于就是台风发展的这种情况。专家认为，今年太平洋的高压正强，所以到这嘛拢无出现半个风台。因若今年风台会安怎影响台湾，可能就要等到5月底，规个热天的西南季风拢建立好势，再加上太平洋的高压位置做调整了，才当准确的预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